爬山趣味台，五心宴，看字念字，捌几字。休困日，我定定甲阿爸阿母做伙去爬山。会记得迄天，阮的路线是为地高山搬过半屏山，落尾到黄金博物馆，按算用半工甲加的时间完成。爬地高山的时阵，上刺激的就是爱为矮矮的石洞绕过，内底暗迷蒙，每一步拢爱真细腻。阿爸先爬去你顶悬，才搁甲我扭起哩。加在我骹手麻利，敢若高山啊，真紧就绕过去啊！我的头一下探出去，看到远远的山甲海，哇，有够水的！阿爸讲，等下爬出去，身躯爱屈互家家，才袂互风扇落去山骹哦。我稳稳啊爬出石洞，一阵风吹来，互我规身躯起价无配。想着家己徛伫遐尼啊悬的山顶，差一点仔软骹，赶紧手换石头芳，身躯拍我石头，看看山对甲平坦的所在去。刷落来，爱爬去你比人搁较悬的大石顶。虽然这关无介困难，毋过我人矮，骹底爬迄两粒大粒石头的时阵，毋是阿爸甲我捡，就是阿母替我的尻川，有够凉背啦！行到要去你半屏山的大片石壁迄搭，看到一只白底乌点的流浪狗。迄只狗敢若各样各样，行路摆咧摆咧，互人真毋甘。心内想讲，伊的主人心肝哪会遐尼雄？他会甲伊放伫荒郊野外咧？毋知偌久无食物件。怪奇的是，涂骹有石棒，伊拢无食，定着是无合伊的胃口。我饭圆摕出来，掰一寡互伊食，伊偏偏咧嘛是无食，惊伊喙焦，倒矿泉水互伊啉，伊嘛无意无意。阮烦恼伊伫遮会有危险，毋过想到拄则爬过的地高山，搁看到面头前90度的大片石壁，若要甲这只狗带落山，轻实有淡薄仔困难，只好决定落山了后，通报动物保育单位，互因来处理。
为半冰山落来，搁行足远的山路，才到黄金博物馆。我已经忝甲下箍家未分火啊！当阮坐踮凉亭仔骹歇喘的时，一只狗仔对阮面头前经过，我目睭天甲大大蕊，甲阿爸翕的相片摕出来看，规张好好，无错，是迄只狗仔，毛草一模一样，伊无䆀骹，而且骹步轻松，出现伫遮。我还咧为着无法度带伊落山，心内艰苦甲。即马才知影，原来人伊只是去山顶的地盘，纯纯看看咧，是阮家己想伤多啊啦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